168篇。123，123。123，123。求助奋兴教会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探查我找你，伫空海幕后无知的地，我的心喙焦少年你，我会全体切切行你，我待看你伫圣所着见你，为着爱看你的乐谱，为着爱看你的观念，甲你的灵光，因为你的慈爱比神。喂。我的喙唇要安慰你。即是信息灵思，信息第100本书，耶稣信回上帝生命。恁的性命敢无较大伫比命试看天，天中的位者，恁的天父也伫饲因，饲因，恁的天父也咧饲因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！咱搁伫教会三见面，咱今仔日同心要来敬拜上帝。咱要做礼拜以前，咱先来练诗歌，请咱掀开信息168首，信息168首，求主复兴教会。来，求主复兴教会，请你管理心情，因你我命有难的话，感化真人接受。好，咱来看第2节，咱来看第2节的第2步表。即时分道要花的火，即时分道要花的火。火，你若唱火嘛会使啦吼，啊伊也是火。即时分道要花的火。好来，咱来唱第2节。来，求主复兴教会。心志，只是本道要花的花，因你万灵的开。第4节，求主复兴教会，将我信心稳输，和힘진리冠表传递，因更多归地主。咱搁来念第2首的信息回应诗，462首。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462。来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后表心意铭记，无人捌主人在做，阮的秘密神，可能无主知，信心先来我所。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智慧奥妙极大。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带来你个引我。咱第1节搁一摆哦，吼，第1节搁一摆。来，上帝所赐活命。后表心意铭记，无人捌主像人在做，阮的秘密只是，无人捌主知，信心来互相。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智慧奥妙极大。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带咱的高引我。请咱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礼拜。
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。伫抗旱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喙焦少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，为着爱，看你的权能，甲你的荣光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喙唇要学罗你。吟诗圣诗第168首，圣诗第168首，求主复兴教会，会众请起立。即时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，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启应高土启应文第37篇，启应文第37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译。无得挂入恁的性命，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。恁的性命较无较大伫美娘。试看天中的飞鸟，恁的天父也咧饲恁。恁啥物人袂用挂入，互性命搁长一刻久？试想山里的撇下花怎样大丛？若是我甲恁讲，当所罗门结行我的时，当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咧，明仔日迄伫灰炉，上帝互伊穿甲安尼。所以无得挂如讲，阮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，要穿啥物。独独事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。
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炉。一日的艰苦，伫一日到夜。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今仔日是你所定的圣日，感谢你，互阮来到你面前敬拜。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是掌管万代的上帝。圣经有讲，上帝创造万物，按时照伊的安排，互相成做美好。搁将永恒的观念放伫人的心中，纵使人无法完全了解上帝对头到尾要做的工。主啊，你的时间拢是准时的，你的智慧超过阮的想法。人生的路真短，搁有限，阮有时会着急，有时会烦恼，伫艰苦的时阵也会失志。毋过，主啊，今仔日，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心安歇伫你的计划，相信你所安排的一切，拢有美好旨意。你也有讲，拄着顺利的日子，阮着欢喜快乐；拄着患难的日子，阮着爱反省思念，因为上帝安排即两项伫人的面前，互阮无法知影将来的事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互阮伫顺境的时无骄傲，伫逆境的时无失志，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主，你知影阮的需要，阮着得到平安。愿你的话成做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愿阮合适算数阮的日子，得到有智慧的心。今仔日，阮将一切的敬拜、懊恼、感谢，拢献互你。也将阮的性命甲将来全然交伫你的手中，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圣歌队献诗，所要献的诗歌是《伫遮所在》。
共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伫个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1节到第7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1节到第7节。伫周报的后壁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做阵来看。当迄时，学生加添侪侪，有讲希利尼的话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处怨言。因为逐日的攻击无着因的寡妇，12个使徒叫众学生来，对因讲：阮将上帝的道理放下地来办理食食，毋合宜。所以兄弟啊，着对恁中间竟有好名声、受神甲智慧充满的7人，阮就设立因管理即个事。阮要专务祈祷。传道，众人欢喜即个话，就竟司提反，伊是有信甲信心满满的人，各竟腓力、撇罗哥罗、尼加那、提门、巴米那，甲捌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古拉，互因徛伫圣道的面前，就祈祷，互甲因还手。上帝的道理若兴旺。伫耶路撒冷，学生的少业加添真济，祭司顺服伫福音也济济。讲道，日节牧师讲道的题目是“同心合意起造教会”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要所愿感谢你。感谢你上天亲像有讲，你要搭背求一个保惠师来到阮的中间来引带阮。愿信神保惠师你降临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帮助咱开阔咱的心门，透过上帝话，搁一遍，互咱来做信仰的调整，搁一遍安慰医治，毋忘。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顶礼拜甲全世界普世教会做伙庆祝圣神降临节。其中咱看到炼脂甲全职两个姐妹，当牧师个因来头前的时阵，牧师才看因两个手牵手，同心合意来到台前信仰告别。迄个画面。这礼拜日牧师的脑海中，今日浮现真水真水的画面。2022年圣神的降临，组织上帝子民，同心合意起造教会。所以教会甲组织是有关的。教会甲咱即摆咧组织做伙是有关系。对人的角度来看，教会是人组织，是人组成的团体。但是咱用上帝角度来看，迄就无同款咯。教会是透过上帝呼召、竞选、组织，所以在座兄弟姊妹，无管你是透过什么方式来到建成教会，咱在座是可能有诶细汉就伫教会长大，是朋友带你来，是同事带你来，同学带你来，还是你经过建成教会时阵，看一个人在咧画招呼。像拄则交代了，看有一个人神秘兮兮咧翕咱建成教会，因就交代咧较招呼，我毋知后礼拜来袂，是咱用人想袂到的方式来到教会。当初我甲姊妹牧师嘛是互人用想袂到的方式，去教会。你属灵的顶面，咱拢是受上帝，我们都是被动。你属灵的顶面，咱感觉咱家己来教会，毋是。属灵的顶面是上帝引带咱来教会，但是上帝引带的时阵，互咱看你要来唔来。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上帝引带真侪人，但是无一定人要来。咱就看耶利米书第1章第50，上帝怎样讲？上帝对耶利米讲：我未创造你，你也未伫你父母、你妈妈的腹肚内面。我就捌你啊！兄弟姊妹，
如果咱深信咱所信的这个上帝，咱这个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，咱爱需要安尼明白。明白啦，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伊知影咱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上帝绝不能绝免无代志呼召你来教会。你可能无事，我嘛无啥物，我今仔来做礼拜，无几力参与较侪物件。但是上帝要互咱每一个人，拢有使命要来这个世间的完成。就亲像2000年前受竞选的迄文图同款，但是咱即摆可能咱当局者迷，你即摆可能毋知影你的使命是啥物，甚至你嘛袂看袂用真清楚。咱这时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3节，咱看手部后壁面，咱做伙来读上帝话来，请当迄时。学生加添侪侪，有讲迄年话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出怨言，因为因逐日的攻击，无顾着因的寡妇。12个使徒叫众学生来，对因讲：阮将上帝道理放下地来办理这事，莫学伊。所以兄弟啊，着对恁的中间竟有好名声、受神。甲智慧充满的7人，阮就设立因管理这个事。先读到这吼。咱顶礼拜看信心降临的时阵，真水的画面出现伫教会。但是今仔日就看这第1节到第3，咱看教会问题来啊！真紧的时间，教会就问题来啊！信心降临，教会团结受建立，有侪侪无同款的族群。大家同心合意做伙生活，但是咱知影，当福音女团、讲团的时阵，信的人毋是讲一边来10个人，一边来100个人，毋是。咱看《使徒行传》上描写，一边受洗人有3000人、5000人，安尼不断的增加。当愈来愈多无同款族群、无同款生活背景的人，好业人。善车人，甚至有真侪孤儿寡妇，那么来到教会。咱有拜一、拜四、拜五，咱有社区银华组好出边吼。咱每一边有啥物母亲节、父亲节、圣诞节，咱拢会邀请因来献诗。因差不多一边拢来是20多个，还是30个，招待拢会安排10个、12个所在。突然间加20个、30个，有代志发生啊！什么代志？无事拢伫里面来注意。较习惯较晚来的人，要来走来2楼坐，奇怪，今日来人遮多，伊就走去3楼。加迄20、30个人，咱1楼招待就爱准备食的时阵，就爱特别帮因安排。那就有一寡人就爱去4楼。所以咱看，今仔加20个、30个，咱就爱加有真多的麻烦，真多。会用心，何况迄当时一边加几千个人，咱对第4节开始，互咱看到12个使徒用因无法度顾着所有的人啊。时代有人咧讲一个牧师牧会会法度顾着的人差不多70个人左右，70个人。你若超过70个人，其实已经无法度顾到真。完全啊！因为咱一个人今仔有24小时，使徒伊嘛是人，因的重点是祈祷、传道，这2项是教会上重要的，其他代志免做袂要紧。咱无一定要有退休会，咱无一定要有什么布道会，但是咱礼拜、传道、祈祷上重要。咱会记得。伫3级警戒的时阵，咱有几礼拜无聚会的时阵，迄阵有真侪教会就知影，咱无一定要有真侪种请对国外来的讲员来咱台湾布道，毋咧。活动嘛无一定爱做，但是后有礼拜教会就会存在。
今日的经文，互咱看吼，开始吼一寡日常事务的需要，开始使徒顾袂着。当顾袂着的时阵，开始有一寡无公平的产生声音出现。第一在讲吼，有寡妇的问题，食的问题，食的问题。咱知影吼，较早古早讲吼，一个国家上重要就是要有人百姓有法度食。人为了食的问题吼，会前进咯，会反抗。所以咱知影食的问题，每一个所在拢真重要。但是咱看伊后壁面的问题，应该毋是囡仔食。伊看迄有两种的人，因为讲的话无共款，可能这边你讲的时候伊听无。咱有看咱一个长辈吼，有迄外劳带因来，有时吼牧师才讲，伊无一定听有，但是牧师讲阿比安尼伊就知影，哦，你真赞，哦，安尼伊就知影，哦，所以因啥话讲袂通，直到吼有诶代志无做就好。牧师顶礼拜有讲，圣灵降临节教会建立，教会照着上帝心意。教会接着上帝心啊，迄阵啊有肢体会渐渐来改变调整，就是教会的图腾、教会的基础袂一定今仔安尼尔，教会是会慢慢来改变。如今教会开始有问题出现，我所嘛在咧讲，一个团体无可能无问题。有时候咱台湾嘛是共款，咱台湾一定有问题，有感觉无？你治理的顶面一定有问题，好啊歹。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。当问题出现的时阵，处理的方式有两种。第一种，扛起，就感觉无迄个问题啊，扛起。十几天牧师馆的吼，水管，吼，进前有通过啊嘛吼，家己吼洗脸盆，那样袂啥会通。迄个代志毋是今仔日咧发生。是爱真早就牧师就发现到啊，但是我就无找时间，蹲下来，将下骹物件拆掉，哎哟，有够垃圾的，拆掉，去清理，然后伊才会通。当咱若是扛起，无要管，咱家庭的问题嘛是安尼共款，夫妻的问题共款，咱家己性命内底的问题共款，咱无要看，会愈来愈歹，袂愈来愈好。但是咱若是重视这个问题，咱看到第20到第40节，使徒处理的方式啊，因重视这个问题，靠着信心的开来甲引带，因7个执事来管理。这个7，意思是完全啦哈，无一定要7个啦，完全的数字，合作使徒来管理教会。所以咱看吼。重视问题，较压看问题，结果完全是无共款。无少想到吼，8年以前受到上帝呼召啊，两位牧师来到建成。我无去调查建成哦，对迄当时的建成的内部是怎样，也无去探听。阮顺服落一个月来到建成，相信迄当时的。兄弟姊妹嘛是用放大镜要来看牧师，甲牧师的因啊，到底这个牧师因是圆还是扁？有无？有诶，举手，无人敢举手。社青因互你讲，我毋知影牧师的因会搞怪袂？因会搞怪袂？吼！我嘛每一个团契人，牧师会支持阮的事工袂？大家一定会加减。来无偌久的时间，教会开始问题出现啊！我是讲咱建成教会哦，问题开始出现了。你应该会记得牧师有一遍的讲道讲，迄阵知影建成的问题遮多，阮有可能都毋敢来啊。但是当问题出现，阮两位牧师知影，这是上帝对咱建成教会的怜悯，互咱建成有一遍改变的机会，互咱建成了。有改旧换新的机会啊！两位牧师爱做是啥物？阮有智慧甲勇气来面对出现的问题啊无？阮两个是要砍掉，还是阮
两个牧师要进行出现补出来这个问题。问题什么问题？无关系，人甲人，人甲人，制度有一个传统，教会要个传承的代志，就是会得罪人的教导，你姊妹无爱听的教导，阮两个牧师敢讲无？敢做无？这枚牧师有一个见证讲吼，用伊来。有一个礼拜了后，有一个姊妹啊讲牧师已经真久无人找阮讲奉献这项代志。奉献爱讲无？有真侪老牧师讲，你若拄啊去一个教会吼，第一年吼，第二年毋通讲真侪奉献，迄个话无人爱听，无人爱听。即几年感谢中一同工，咱同心合意，咱做伙来承担责任，毋是今仔互牧师承担。咱用智慧、耐心、疼心，咱面对咱建成教会一个搁一个的问题。教会无可能无问题，无问题的教会是啥物教会？就是大家讲看到教会，我来走，我来走，我来走。牧师安尼讲的，咱隔壁有一个教会，就是安尼，真侪会议拢走。对牧师来讲，问题的发生是好的代志。弟兄姊妹，你生命中的时阵，有问题发生的时阵，迄是好的，迄是好的。因为重视要来调整你，要来调整你的家庭。因为无处理不了的问题，关键是大家有同心无？同心无？透过问题的发生，互咱调整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无完全，今仔耶稣是完全的，咱每一个人拢无完全，咱拢活较老。咱嘛爱搁调整，咱食较老，咱嘛是爱调整。我逐摆伫社区的营化处副主编在先讲，有15分的心灵鸡汤牧师来讲，恁爱调整，毋是叫恁爱顺恁囝调整，因为即摆时代变化真紧。孙囝你话无拍招呼，你敢袂法度也拍招呼咧？咱调整，咱爱调整。咱这样一个团体要调整，就是无简单。但是，当咱愿意付出、委身伫这个团体的内底，咱会经历上帝满满的疼，敢毋是？今日经文讲到食，今日经文讲到食的问题，牧师就以咱礼拜后爱餐来做一例。食有阵重要吼，咱若礼拜后也无爱餐吼，大家吼，即摆吼爱去外口个日头吼真大，去找食，爱去排队。还毋知要食啥诶，无遮简单。咱诶爱餐会使是，咱即摆教会用尽上侪人，甲上侪钱参与伫中间。当即回你开会时阵，有真侪人本着讲有真侪诶困难较艰难，但是牧师真坚持，还是也无行到最后一步。牧师希望还是爱有爱餐，因为以牧师诶角度来看，爱餐毋是今仔日遐咧食。搁较侪是咱信仰的操练，信仰的操练啊！这段使徒行传食的问题嘛，是互因迄当时信仰的操练，互教会渐渐的进步。首先呢，结果咱来看，咱看到真好，爱餐有真好的结果。礼拜后，咱看有真侪兄弟姊妹坐伫下骹，真欢喜。迄个画面，咱等下落来看者，那互相交陪。差不多有半点钟，一定加减拢半点钟。你交陪的中间分享彼此的重担，嘛分享彼此的欢喜。比如牧师妈，你搁加一个干妈孙，大家都替牧师妈欢喜。拄好就兄弟姊妹像咱迄阵拄好贤次、秦贤次，因囝迄阵真严重伫住院的时阵，我就请郭长老，咱同着牵手为伊来祈祷，互相担重担。咱感谢主哦，真前世的后生已经出院啊即摆伫某一个所在开始咧做复健，做复健。过来
爱餐这个事工需要有人奉献，信心会感动咱每一个人来参与这个事工。但是信心，咱讲无一定的，大家拢会摕钱摕当出来，毋是讲伊无钱。哦，咱怎侍奉3000块，有人无愿意回应上帝安尼的感动，无是感觉真可笑。但是咱嘛看有更较侪人愿意啦，甘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奉献的过程中间，互咱了解一项代志：咱即摆所有的金钱啊，是上帝赏赐的。搁较操练是哪？操练过咱较侪较毋免惊吓。咱我靠上帝恩典过日子，敢毋是？会奉献的人，毋是代表讲伊钱真多你奉献哦，毋是哦。无说我讲一个咧，奉献的这个咧，当今年圣美长老伫线上你报告爱餐任献的时阵，迄阵还佫有欠120个。咱有一位姊妹，伊伫线上听到，我感觉是上帝感动伊，伊了后。就赖牧师讲，伊要任献10个。这个姊妹长期甲癌症咧抗衡，无错知影伊在过程中间，伊靠着上帝的信心，愈来愈坚强，一关一关咧过，手术毋拉10遍以上。我讲上帝嘛是你啊考验，你讲你有我靠我来，你愿意把你的钱摕出来无？伊愿意，伊就任献10个。最后，牧师要讲的爱餐上重要的是人。咱有幕后的无名英雄真多，哦，咱关怀部长，甲咱最的大厨，迄无简单啊！100人要食饭，要大厨，毋是遮简单。咱有料理组，咱还佫了有善后的小组，咱礼拜招待爱参与，咱所有的同工。所以牧师替耶稣在恁说多谢，恁愿意安尼委身服侍。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恁是蒙恩的人啊！咱会使互上帝来使用，搁操练，操练什么？咱知影，咱已经做8年啊，我们当了8年了，咱已经做了几遍了，毋知？一年咱算50遍就好啊，咱已经有做400遍了。这400遍是非常的无容易的代志哦。而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你一定有真多真多的吞论。伫迄个中间呢，但是上帝拢透过安尼在咧操练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恁可能2个牧师伫遐晾伫边啊，拢无代志通做，毋是哦。牧师即摆在分享的这是吼，昨暗时感动，早起起写。牧师是要在恁头拍，牧师无晾伫遐，2位牧师逐礼拜6早起6点外，阮来起床。为什么？要送菜来。因是伊较早送来的时阵，较晚送菜，阮若开起，伊会在阮物件摕入来，家冰箱。因若较早送来，阮爱家己搬来。因是迄吼鸡肉哪鸡汤吼，拢会创啊贵个，我嘛是爱去杀，爱去烧。对牧师来讲，我用另外的方式，甲恁咱逐个同工来做这项事工，因为这是上帝要成的代志，我嘛真甘心欢喜来服侍这项代志。接下来，咱过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50甲第60。第50甲第60，咱第50甲第60吼，第50甲第60讲到上帝就拣选7个有智慧、有信心充满的人，做伙真做领袖来带领教会这个假分配的问题。上帝教会出问题，上帝家己会去兼顾，
经文伊讲，上帝对众人的中间，经有好名声、受信心、有智慧、充满七个人来管理这个事务。你这则经文，互咱看到，本身是问题的代志，但是当众人同心合意，支持使徒的提议，并且佫同心合意，选出敬畏上帝、有疼心的人，愿意服侍众人的人，来替使徒分担事务，并且服侍众人的需要。安尼同心合意起造的教会，互教会佫往前成长一步。教会历史中，咱看到的是不进则退，无向前，唔是没有向前的为水准，唔是。信仰嘛是同款，你无向前，你就会退步，因为你无向前，代表你徛伫遐，代表你骄傲。你讲安尼就好啊。所以当咱伫教会里来讲，你讲合一，这个合一不是完全这个合一并不是完全是其一啊，做伙。较多的时间是像圣歌队，拄仔你唱有4步啊。这个合一较多的时阵有像4步咧唱，唔是一个人独伫遐咧唱。会使讲是合中有分，分开的中间佫有合作的。怎有讲？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虽然是同一间教会，但是合的中间佫有分开啊。因为每一个人的运势表现、甲信仰的拢无同款。而且讲无同款的中间，咱看过大家佫有法度合作伙。原因是因为咱信耶稣，咱伫信仰顶面，咱佫有共一个心智。安尼展现出来同心合意，才是真正的合一啦。这嘛是目前，毋是跟教会内，是即摆世代变化真紧的时阵，大家拢无法度接受的一个代志。尊重人本来就是一个很真多款的人，人本来就是有多元性。咱人拢有无同款的生活方式，学历无同款，讲的话佫无同款。今仔咱讲台语就好啊。牧师讲的话，牧师嘛捌去真侪教会礼拜煞了，内底就一个长老，牧师你拄则讲的一个台语唔对。但是我有一天。参一个牧师叫做张德林牧师，我要邀请伊后一季来咱遮讲道。伊一听讲，牧师，你金门人我讲你哪会知？你这个口音真水。你看，虽然是年长的，但是咱爱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咱每一个人的背景无同款。我的台语，我是细汉真正是听妈妈讲的话大汉的，这真正是母语。我毋捌学过白话字，志梅牧师的台语是白话字的台语因为伊细汉毋捌讲过台语啊，伊是为了长老教会要服侍，伊开始学台语，而他学的就是白话字的台语。每一个人的语言族群无同款，一个教会内底嘛有一个咱传统无同款，甚至咱要知影咱教会内底政治无同款，爱尊重无？爱尊重，有的人爱食咸的，有的人爱食甜的，咱嘛是爱互相尊重。牧师有3个因啊，我咧炒菜的时阵嘛真麻烦，你知唔知？但是我真欢喜。茄子，只爱真爱食，头前2个无爱食。就是油菜话物件，就是伊爱食袂爱食。咱袂来讲，你哪无爱食？经食。有的人就是无爱食，但是咱较早传统的时候。你就爱食，你逐项爱紧，有的人是无爱食。咱也有内底，咱教会内底有真侪年纪无同款的，价值观无同款的，身份背景，有的人收入嘛无同款，所以其实要过到合一，
而教会是一件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，伫咱的团契中间，需要有极大的耐心、吞忍，咱看无家己。当咱无法度吞忍的时阵，咱知影，耶稣愿意为咱定十字架。所以，咱伫这个团契内底，咱要有真多的吞忍。做咱长老是真无简单，长老的是有代志，大家拢长老做的，长老决定的，下骹拢讲真多。所以呢，长老要做长老这个职分嘛，要有真多的吞忍，真多的吞忍，牺牲甲奉献。就亲像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安尼讲的，咱身体原本就是毋是今仔一个肢体，肢体内底毋是今仔，咱身躯毋是今仔一个肢体，有真多的肢体合成的，咱有手有骹，有喙有目睭，所以每一个肢体有重要啊，真重要啊。肢体拢有无同款的功能啊。咱这个身躯要正常来运作，就需要每一个肢体互相扶持啊。因为这个肢体你拢是同款属于这个身躯，安尼运作，安尼同心合意，才是真正的合一啊。合一毋是讲恁逐人听牧师话，迄叫做合一，毋是啊，毋是安尼。上帝互咱建成教会的意向，宣传正进度，万民该继续，起造荣耀上帝的教会。这个宣传甲合一，他们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宣传甲合一，而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非常的重要。咱虽然伫职分的顶面无同款，有牧师、有长老、有执事、有团契会长、平信徒。但是每一个人拢是建成教会袂使无有的人。以咱主日礼拜来讲，咱需要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参与伫这个中间。咱的教会有五部组：关怀组、礼拜部、财务部、教育部、宣导部。咱这五组要同心合意啊，互相宣传。我们这5部不能说我要拼业绩啊，还是讲部长长老搁要抢镁光灯，要刷存在感，袂使。咱互相宣传啊，咱敢有法度互这场礼拜，以及咱主日礼拜最的活动正常来进行。如果咱大家自私，拢顾家己，会发生什么问题？当冷气歹的时阵，无人要去插伊。爱餐无人要煮，无人要施惠。主日落做者因无人要教，无人要奉献。信徒礼拜姗姗来迟。相信兄弟姊妹，咱无想要看到这款的教会。感谢主，咱建成教会毋是安尼。我是看到真侪兄弟姊妹因愿意牺牲、委身。这个服侍的中间，最后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7节，今仔日的经文第7节，咱做伙来读吼第7节来请上帝的道理哪兴旺，伫耶路撒冷学生的少爷加添真多，这时顺服的福音也侪侪。现今的信徒，咱到底是要做伙起做啥样的教会？这世界好势，随时要吞噬咱每一个人。咱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，咱无法度专心一直来跟对咱的主耶稣，来追求迄个真正的福音啊！反正咱过头注重外在，教会人数的增加，还是讲咱要真正有影响力的教会。教会有影响力，唔免咱去努力，迄是上帝的代志。上帝的历史的中间，上帝拢无你，互咱教会成做一个影响力的教会，唔是。但是当咱咧问，为什么咱的长老教会聚会人数愈来愈少，信仰倒退愈？当然有真多的原因，但是当个信仰来看。
就是上帝国的价值观，上帝的价值观无伫咱教会实现啊。当咱你讲这个囡仔为什么下课无想要回来厝的？回来厝的就秘房间的，有时咱父母爱反省，咱是这个厝无真做疼的厝啊。因咱当然无想要回来啊，是毋是？无想要回来这个家庭啊，无想要参你讲话啊。但是咱当咱这个家庭真做真和谐、温柔、安慰人的所在，迄就无共款啊。教会嘛是共款，当咱有真做是上帝国的教会时阵，迄就是无共款。兄弟姊妹。阮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第真大的鼓励、较提醒、悔改。咱来看咱这个信仰的前辈，迄是受选的迄个7个司提反。咱来讲这司提反，咱来想迄7个受竞选的人，真做有好名声、受神信心、甲智慧充满的其中的一个啦。咱来拢爱真做迄7个人啊。咱爱互上帝竞选，咱爱拍拼甲主好的关系，咱来为主来奉献咱家己的性命，咱来温群来做主的工，互主的听伫咱的身上，伫咱的家庭来显现。相信当咱安尼做伙同心合意起造的教会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听做基础的教会，当咱等下你食爱餐的时阵，上帝透过爱餐，兄弟姊妹彼此交陪的时阵，来坚固咱每一个人的心啊。上帝透过等下兄弟姊妹互相请安的时阵，来安慰医治咱的心，嘛帮助咱袂互这个世界在咱吞吃去，并且咱这个。秩序，咱这个无共款、无共个世界，这个咱这个信仰的这个团体，无需相信。啊，当咱的教会成做上帝国价值观的教会，一定吸引真侪人愿意啦，改旧换新。因为这个世界是咧，大家活较真艰苦。虽然是富有，大家内心拢真啊。真无助啦！啊，无就真侪人咧，为什么会沉迷伫网络内底、手机啊内底？当咱相对上帝国的教会，一定吸引有真侪人啊，新生命、新活的人来咱教会。顶礼拜是社青，阁有一个人带伊的朋友来，伊迄个朋友是你特别的体质。拢会看一寡有诶无诶。以前咱大家分享，大家听较，用恁大家上好毋通去殡仪馆，哦，讲啊大家安惊呢。伊拢看迄当一大堆，伊真艰苦，真艰苦。所以因内底有一个咱诶室友，伊诶同事，伊讲啊，无你要来阮诶团体看卖，伊就邀请伊来。当咱真做有疼、有吸引，迄心灵忧伤、无助的人的时阵，进来咱的建成教会，啊是安尼，上帝一定会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讲，哦咯，咱真正是尽忠的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竞选呼召，组织阮每一个兄弟。来到教会，阮知影主你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无共款的恩赐、背景、才能。阮嘛知影你主你透过阮这个恩赐才能，你要来起造你的教会。而这个卫星起造的时阵，主阮知影，阮会拄着真多的艰难甲困苦。因为阮知影，当阮要互主用的时阵，魔鬼共款嘛会做工。
魔鬼共款会来以阮的生命中间来阻挡阮来，搁加一遍来轻调主。愿主你的信心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愿意用任何的方式，同心合意来起造主你的教会。愿咱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，圣诗462首，圣诗462首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请会众起立。会众请坐，奉献，请施献的同工。
请坐。公道事项，教会意向，成全正信道，万民该做事。第一项，为着谦卑靠信心的溃烂，温群做工，热心奉献性命，同心合意去做上帝的教会。第二项，为着集体，卢雪英、李碧莲、刘淑珍、沈淑慧、陈丽水、黄世琪、陈怡君、杨志坚、林以诺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陈秀荣、邱千惠、郭仁吉、李雅娜、林朝泰、张美玲、秦之谦、林春枝来祈祷。第三项，为着6月27号社区银发族春季班结业式，6月29号福音主日的讲员来甲福音的亲友来祈祷。第四项，为着即马有紧张冲突的地区祈祷，来求助人民公义显现，请同心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透过使徒行传，互阮看见早期教会的智慧甲合一。当信主的人哪来哪济的时，你看见百姓的需要，也兴起合适的人来服侍大家。主啊，求你也帮助阮的教会，会当学习当时的榜样，靠着信心甲智慧，设立忠心的工人。来忠实管理你所交代的每一项事工。主啊，你是大医生，阮恳求你亲自看顾医治伫咱中间身体有病痛的兄弟，无论是住院，也是伫厝内收养的，求你平安鼓励信心，互因感受你的同在甲扶持。本月27号，社区银发族要举办结业式。愿你保守活动平安顺利，互参加的长辈拢感受你的疼。29号的福音主日，也求你陪伴人心，互邀请的朋友感受你的温暖，听见福音的信息，心门拍开，接受你做生命的主。主啊，阮为说像即马拄着紧张甲冲突的地区来祈祷。求你怜悯，互战争停止，互人心转往和平甲公义，也求你保守当地人民，无论种族、宗教、背景，拢谈着你的平安甲拯救。阮知影你是听祈祷的上帝，阮将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只是要用主祷文来祈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。教会消息：第一，本主日知梅牧师前往景美教会支援讲台。
第二，6月16號甲17號，中區牧者的退休會，2位牧師要前往宜蘭參加。第三，後主日6月22號，客家宣教中心瓊林教會要來本堂進行建堂募款，請為當地宣教的需要關心甲奉獻。第4項，6月29號是今年的福音主日，特別邀請台北新學院研究學院的英惠老師帶來美好的信仰見證，請各位兄姐邀請福音親友來禮拜，蒙神賜福。第5項，請各位團契會長佇6月22號以前提交第3季團契活動計劃甲學師的班表予幹事。教會消息，6月20號上午10點，雙寧團契聚會主理一個牧師。第二，6月21號下晡3點，婦女會聚會，內容心靈課程，主理是蔡文峰講師。教界消息，第一，永和教會要佇6月22號後禮拜日下晡3點舉行釋教70年的感恩禮拜，特別邀請建成舞會，咱演擺是伊的舞會吼，是永和的舞會，的牧長來參加甲致辭。本會要派員參加致意甲助贈賀禮。奉獻的明細，若有錯誤漏交，請幹事甲財務同工反映。上營聖詩516首，聖詩516首，即時禮拜將要煞，請會眾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帮助咱同心合意去做教会，对这时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Amen.
灭道必会。